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就快啲訂閱啦Hello，我叫 Emily。今日咧，我哋讀一讀常識科，呢個係第一個 chapter。資訊科技與生活。資訊係咩咧？資訊即係 information，即係咧喺電腦上面你會收到嘅一啲信息，係通常係已經處理嘅一啲信息。從生活出發，我哋會喺生活上面睇下資訊科技同我哋有啲咩關係嘅喎。呢度有兩個人喺度，有個思月啦，同埋思月表哥喺度傾緊偈喎。思月咧，思月在表哥家發現一台特別的電器。思月咧喺表哥屋企發現咗有一樣好特別嘅電器，係咩嚟嘅咧？思月就問啦。那是什麼？表哥就答佢，它是路由器，能夠在家裏建立 WiFi 無線網絡，連接互聯網。呢一嚿嘢啦，呢個叫做咩咧？呢個叫做路由器，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建立 WiFi。WiFi 即係無線網絡，係我哋平時咧一定要有呢一嚿嘢先至可以有網咁樣去用我哋平時手機打開嘅 app 啊，或者可能喺電視 connect 咗嘅YouTube 啊、Netflix 啊，呢啲全部都需要無線網絡先至可以做到嘅喎。你家中有哪些電子產品或電器能連接互聯網？你屋企嘅有啲咩係可以連接到互聯網嘅呢？資訊科技怎樣令我們的生活更便利？係叫便利呢？便利真係方便咁解。資訊科技呢，即係 technology 嘅嘢呢，其實喺我哋生活上面呢，一路都有用到，而且呢，一路都有令到我哋更加便利，即係更加方便，可以幫到好多手㗎喎。例如點樣幫手呢？第一，週末自由行係咩嚟嘅呢？睇下呢兩個畫面，佢喺度做咩呢？望住個電腦呢個寫住你已成功購買纜車電票。哦，原來我哋可以喺電腦上面購買任何嘅一啲電票㗎喎，例如纜車電票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叫做訂購電票。太大添，訂購電票，sorry，訂購車票，訂購車票，訂購咧，即係可以喺網上面俾錢去買車票。電子產品咧，仲可以幫我哋拍照，拍照即係影相。睇下佢，佢就咁攞住呢一部電話就可以幫全家人一齊喺呢一個景點度影相啦。思月和家人在週末遊玩時，使用了哪些電子產品？用來做什麼？咁我哋要回答佢呢個問題嘅時候呢，佢問嘅係用咗啲咩電子產品？呢度見到有部電腦啦，同埋呢個係咩啊？一部手機，即係呢，要回答呢個問題嘅時候呢，就係思月同屋企人喺週末玩嘅時候，用咗電腦和手機這兩種電子產品啦。
我哋又去下面睇下，仲有啲咩用途先？搜尋食肆資料，搜尋食肆資料。搜尋嘅意思呢，即係 search。寫低先，可唔可以寫到呢？唔緊要啦，搜尋即係 search，自己寫返喺筆記度喎。食肆即係餐廳啊，可以去飲飲食食嘅地方，即係例如 McDonald's 啊，或者出去食飯嘅任何餐廳啦，你最鍾意去邊度食飯啊？你都可以喺手機嗰度揾到㗎喎。仲可以點餐，即係咧，你出去食飯嘅時候咧，而家已經好少會用到 menu，即係好少會用到紙本或者 physical 嘅 menu 噶咯喎。我哋可以直接喺一個電子儀器上面點餐。好多時候咧，有啲餐廳會 offer 一個 iPad 俾你，咁你就可以喺個 iPad 上面睇到呢間餐廳嘅 menu。所以咧，我哋可以點餐。點餐，OK。第二啦，呢個問題問咩呢？思月怎樣把這次遊玩經歷記錄下來？思月怎樣把這次遊玩經歷記錄下來？即係話咧，思月點樣將呢一次嘅遊玩嘅經歷即係 experience，即係呢一次嘅佢玩過啲乜嘢，佢記錄低咧，記錄低咧，即係將呢件事，擺喺可能喺個電子儀器嗰度，隔咗好多年之後咧，都可以睇返。咁呢個動作就叫做記錄啦，記錄，OK，同埋經歷，例如咧，佢影完張相之後，記唔記得頭先咧，佢揸住呢一個電子儀器影相啦？影完之後咧，呢個係咩嚟嘅咧？呢一個係 Instagram 嚟嘅，佢就可以影完之後 share 喺個 Instagram 嗰度啦。咁就大家都會睇到佢呢一張相咯喎，即係話佢將去大嶼山玩嘅呢一個經歷記錄咗喺 Instagram 呢一度。週末和家人到了大嶼山遊覽，OK，遊覽，遊即係行嚟行去咁解，覽即係好似去觀光、去參觀呢個地方。週末即係 weekend 啦，同屋企人去咗大嶼山呢一度，周圍行下睇下風景啊，就叫做遊覽。開心的一天，天壇大佛，唔知你有冇去過呢？呢一個大嶼山嗰度咧，有個好大座嘅佛，我哋香港咧叫做天壇大佛，好多時候都會一家大細去玩啦，去拜下神啊咁樣。我們還可以怎樣把照片、短片等資訊儲存下來？儲存即係 save 低落嚟，儲存落嚟。佢問咧，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一啲照片，即係將呢啲相啦、短片、呢一啲 short videos 等等嘅資訊，然後呢一啲嘢咧都係叫做資訊嘅喎。嘅呢一啲資訊嘅意思，即係 information 呢一啲嘅信息去儲存落嚟，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咧？如果冇進步，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
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技巧、方法同埋必考題目，令你極速進步，考試攞高分。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上堂見。